呢單香港電視史上最尷尬嘅直播意外，負責應接嘅男人夠薑認頭，公開一力承擔。有冇事啊？今日貴為前家班話事人，當然可以咁大口氣。你講咩話？但係當年嘅佢其實啱啱相反，喺片場佢係無名無姓嘅舞獅仔。喂，嗰個邊個嚟㗎？啱啱嗰全部低半個頭嘅，突然間有個傻仔咁就我啦。同一條起跑線，阿哥錢小豪15歲已經係大導演嘅契仔，未來頂流男神。但係錢嘉樂呢，偏偏冇主角命嘅佢，只能夠做到樣都見唔到嘅替身。我最初轉演員咧，你以為肯搏命就有出頭天？命運回報俾佢嘅係連環死亡陷阱。我哋要啊！由3樓跌穿玻璃，直插水泥地，腳骨斷裂，撞出嚟咧，哎呀過龍喎！爆破器嚴重失誤，成個人跳入火海，燒到皮開肉爛。我都未準備跳，已經砰！電影《東方禿鷹》發生意外，工作人員危殆啊！終於爭取到幕前演出機會，點知一出場，大佬一入鏡咧，全場笑，連導演都串佢。嘉樂，你都的起心肝拍動作片同喜劇啦，被拉去做獎門人主持，跟住呢個嘉賓犀利啦！等陣。連 OG 長老都懷疑係咪請錯人。最初我真係唔係好講嘢，仲話揾到個把口好賤嘅人嚟幫手。結果呢，第一屆香港電影金紫荊最佳男配角，喂，你演呢啲戲都得啊？成立錢家班，贏得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。謝謝金馬獎。獎門人系列擔大旗，接棒做大師兄。最後更踩上紅館，喺萬幾人面前自彈自唱。錢嘉樂可唔可以做一晚歌手得唔得先？到底當年一個見唔到樣、冇主角命、被全場大笑嘅替身，係點樣一步一步搖身一變，成為今日掌舵成個錢家班撐起香港動作片半壁江山嘅話事人？